Hello，各位投資者大家好，歡迎收睇股市追擊0514期。恒指續好升500，爸爸上網學到幾多呢？我係主講老師黎 Sir。好啦，咁我哋今期嘅話依然再分為3個部分啊。咁第一個部分呢係今日嘅一個收盤點評。咁第二個部分呢係恒指方面分析，亦都有個比較關注啊。港股呢前日呢就升咗680點啊，夾咗一日呢又大升500幾點啊。咁之中嘅趨勢點睇呢？今期嘅話黎 Sir就同去分析下，好吧？咁第三個部分依然仲有個股分析，有同學就問到匯豐控股、阿里巴巴、美團以及兩隻美股分別係優步同埋奈飛啊。咁呢個股點解有同學持續關注到呢？同樣今期嘅話黎 Sir就同去詳細解答下。OK。好啦，咁喺最後發龍之前咧，再提醒各位同學啊，咁無論而家坐電腦隔離，仲攞住手機啊，尤其是第一次收睇我最新教學嘅同學，咁你哋記得 YouTube 呢個 channel 咧，撳翻訂閱啊，訂完咗之後咧，再撳翻你黑色嘅鐘仔，先至能夠時刻收睇到我最新嘅教學，好吧？好啦，咁進入正題啊，首先我哋睇翻前兩日啊。即係週一同埋我哋尋日週二嘅做乜提示啊？咁週一嘅一個提示咁其實仲係延續我哋上期同大家講嘅啊。咁回顧翻上期黎 Sir 同大家教學啦，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咁黎 Sir 教學啊，咁其實咪同大家講啊，按指標嚟講咧啊，按照指標個簡體字同大家寫啊，按指標咁應該係要回落少少啊，因為通過我哋週線圖嘅去睇咧，我哋本週咧動能咧上升嘅動能啊。應該係減弱至啱嘅，啱唔啱？咁當然啦，黎 Sir 仲同大家講啊，因為依家中美關稅談判咁啊，即係有冇結束啊？即係差唔多要結束。咁除非咧，如果中美關稅有釋放好嘅消息咧，咁基本上咧係咪有個波會再次升得更加大？係咪先 ？OK。咁當然回顧翻上一期黎 Sir 同大家講嘅，我哋整個。即係我哋本週嘅整個趨勢嘅話，咁我再睇翻星期一嘅做盤提示啊。咁星期一黎 Sir 同大家講啊，提示紅飄帶咁持續變負向上。咁呢種情況咧就講明咧市場咧中期趨勢睇好，啱唔啱？咁當然我哋知道啊，飄帶如果變負向上，再加上我哋再連續關注我哋呢個支持位不斷向上移嘅情況之下咧，咁講明睇好嘅一個強，即係佢嘅一個力度咧會越嚟越強啊。再加上我知道趨勢定咗之後，如果背後有資金嘅加持嘅情況之下咧，咁呢種情況啊，講明佢即將落嚟嘅一個，即係話佢嘅力度咧會越嚟越大啊。反而我哋知道資金背離啊，即係佢嘅一個力度咧，咁如果就好似我哋揸車一樣嘛，好似剎車佢本身嚟講，如果有放鬆個掣，咁反而咧就會繼續升，啱唔啱？所以講咁其實通過黎 Sir 同大家講翻嘅呢個咧。即係資金咧，咁呢種情況講明我哋即將落嚟會迎嚟咧，係咪有所反彈？係咪先？咁同時再透過我哋上一期，即係話我哋上個交易日，因為借助黎 Sir特色指標啊，通過即係恒生指數夜期啊，我哋可以提前一日啊，即係佢嘅一個資金啊，究竟咧有冇減弱或者轉強啊？或者如果係升嘅話，資金流入嘅情況之下有冇加速啊？咁呢種情況咁講明咧，依家資金持續流入嘅情況之下咧，講明升嘅機會越嚟越大。啊，不過嚟講啊，黎 Sir 買沽指標就出現咗啊，呢個就點解黎 Sir 同大家講，好大機會有沽出信號情況之下，可能減弱或者會調整嘅階段，就咁原因。OK，咁呢個就係我哋星期一嘅一個做乜提示大家，就算有回升啊，即係有回落，佢都係小幅度嘅一個回落。小幅度嘅回落，不過如果上升嘅話，動能會減弱啦。啊，咁週二提示大家見到未？週二咧，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咁其實週一嘅時候咧就升咗680點，681點啊。咁呢種情況，咁大家知道啊。咁其實朝早嘅時候咧，咁中美經貿會談啊，咁其實我見到資訊就已經講咗，不過咧係下晝咧先至升得比較犀利啊。下晝再次再公佈啊。咁呢種情況就造就大家見到。基本上星期二嘅，即係星期一嘅一個下晝3點起咧，就直線拉升。目前嘅資金一流入出到，我見到通過技術指標啦，再次加快啊。紅色飄帶持續變負向上，呢個保持不變啊。不過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即係話黎 Sir 月初嘅時候，5月初咪同大家講，依家從我哋週線
嘅一個技術指標嚟睇，基本上咧係指向25,000到26,000啊。咁當然依家先至23,000幾啊，有同學就話有冇可能升咧，或者點樣咧？依家大多數指標都回落啊。咁正常啊，因為嚟講咁。呢種情況啊，咁其實好多投資者都認為應該要調整翻，再拉升嘅機會比較多。不過嚟講，乃瑞認為依家堅持之前同大家講嘅，因為依家不斷嘅利好消息咧，乃瑞認為即將落嚟咧，再持續提升嘅機會比較多啊。而且我哋見到依家大多數板塊個股，咁其實都係轉好為主啊。尤其是科技股。咁我再睇翻我哋今日嘅一個早盤提示啊。今日咧，咁大家見到係5月4號啊。朝早8:38分，乃瑞期將港股行情提示嘅廣播啊，現在已經裝咗乃瑞手機版特色指標嘅同學，通過提示大家睇到啊，咁其實沽出信號咧就出現咗，不過出現咗情況啊，因為依家目前大家見到未，資金咧有持續流入啊，而家紅飄帶又變幅向上啊，而且大家見到未，呢個支持係不斷向上移，相對星期一、星期二講明咧，咁依家睇好咧越嚟越強啊，越嚟越強，啱唔啱？咁呢種情況我知道啊，綠色飄帶佢本身睇淡嘛，紅飄帶趨勢睇好嘛，再加上我知道啊，如果有資金加持情況之下，佢力度咧會越大啊。咁呢種情況咁如何咧？有買股指標，乃瑞認為依家仲係按照星期一嘅提示啊，最多咧頂多啊就係一個小回調啊，小回調力度唔會太大，所以大家見到未？咁目前嚟睇，按照乃瑞提示啊，呢種情況講明短暫啊。乃瑞好少用短暫，好多情況啦，用短期或者中期啊。短暫幾日講明咧，咁持續時間唔會太耐啊，上落震盪。但我發現咁其實咧，大家見到啊，咁其實依家目前咧，就住一個等於好似橫行格局嘅一個雙體啊，而家震盪，所以乃瑞同大家講，依家基本上出現沽出信號啊，再加上依家有資金加持情況之下，呢種情況大多數都會調整震盪為主啊。咁除非佢突破咗我哋依家出現沽出信號嘅最高位呢個位置咯，咁基本上嘅話，乃瑞話啊，即將落嚟咧仲會突破，一旦突破呢個橫行格嘅話，佢繼續會升啊。所以嚟講，一旦突破咗又會再上。另外咧，我見到今日嚟講啦，咁夜期推測今日高開機會比較多啲啊。咁其實都係有受於即係話我哋嘅一個外圍嘅因素啦。OK， 板塊方面啦，咁其實大家見到未？有啲板塊咁依家暫時入邊轉弱，反而係鋰電池石油有啲唔一樣啊。咁當日乃瑞咪同大家講，即將落嚟啊，5月咧、6月咧，之前同大家講啊，啲C概念嘅。包括芯片咧、半導體呢啲咧，大家要關注啊。不過呢排芯片咧弱翻少少，不過唔緊要啊。啲 C 概念嘅呢啲咧，相關 AI 嘅人工智能嘅板塊，佢強勢，芯片即將落嚟咧，仲會回升嘅。咁即將落嚟，大家睇阿里巴巴呢啲相關嘅呢啲 C 概念嘅科網股有升嘅話，到一定程度啊，會推高依家跌翻嘅，比如話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啲芯片相對比較弱化啊。咁如果唔知道外圍嘅情況影響，乃瑞一直教大家去關注板塊啊嘛。咁大家如果喺富途牛牛裝作特色指標嘅同學，大家可以通過港股板塊3條橫線呢度添加呢啲板塊，大家見到未？如果你有即係話你要特色指標，你就知道邊啲係睇好啊，邊啲睇好當中有資金流入力度大咯啊，好似譬如話芯片依家暫時咧弱翻少少轉淡啊，不過乃瑞認為呢個係調整啊，咁反而咧石油鋰電池啊，譬如話寧德時代，我哋下週二咧就上市啊，乃瑞認為鋰電池呢啲咧，大家包括電車呢方面咧，都係大家要關注嘅。OK， 仲有咧就軍工啊，呢排大家如果關注印巴衝突嘅情況之下，依家大家知道中國嘅武器啦非常之勁啊，即將落嚟我亦乃瑞認為下半年咧軍工股咧仲係大家去睇翻嘅啊，不過呢個軍工股咧港股相對比較少啲，去揾到啲相關聯嘅板塊個股啦。OK， 佢唔似 A 股咁多，好吧？呢個就以上乃瑞同大家講翻嘅一個早盤提示。咁我再睇翻我哋今日開市情況。今日咧開盤咧23,316啊，咁高開咗216啊，基本上咧同我哋尋日夜期嘅一個高開嘅一個幅度咧吻合啊。所以嚟講高開，咁其實通過夜期我哋知道，咁其實咪同美股一樣啦，盤前、盤中、盤後咁樣一樣嘅。咁其實夜期佢受美股影響啊嘛，咁最終升幅咧532點啊。咁收市23,640啊！咁其實之前咧，乃瑞咪同大家講，佛誕節翻嚟嘅話，乃瑞咪同大家講，如果企穩22,500左右，基本上乃瑞係睇升嘅，啱唔啱？所以講有
睇升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嚟講，咁按照依家趨勢果然係升。咁當然依家嘅有冇相關嘅一個消息咧，就唔支撐，包括我哋一個外圍支唔支撐依家嘅一個升幅咧？咁我睇翻恒生指數分析 ，OK， 恒指分析依然按照禮 Sir 教學思路國際形勢最佳政策分析技術分析啊。咁技術分析咧，我星期六、星期日成日週末嘅時候，週六啊，我經常同大家講啊。咁技術分析咧就美股做得到啊。不過你講港股咧，我就知道啊，佢係跟大 A 啊嘛。咁大 A 我知道啊，中國嚟講啦，咁其實咧，因為目前嚟講啊，經濟咧仲係排第二啊，仲未超過第一名，所以講依家整體咧經濟程度各方面咧，佢都仲會受時勢影響，政策啱唔啱 ？OK， 咁當然啊，咁我哋無論係大 A，包括我哋香港金大 A 嘅情況之下，我哋股市都係先政策後經濟，好明顯嘅。點解咧？因為嚟講，禮 Sir 上一期都有覆翻，有啲同學上一期我已經講咗啊。即係啱先已經同大家講咗，譬如話我係覆翻呢位同學員啊，忠實 fans 啊，因為禮 Sir 依家咪同大家講，依家關注嘅係咩呢？就係一個中美關稅嘅問題，啱唔啱？關稅咧好多投資者可能唔知道依家嘅中國嘅一個國力實力啊，中美關係禮 Sir 嘅判斷咧，即係話如果今次談判係失敗嘅話，咁其實咧都影響唔大港股啊，中港股啊。可能大家唔明白唔緊要啊，不過嚟講，如果談判即係話結束咧，因為今次嚟講談判啦，肯定仲有幾輪啊，先依家啱啱結束，依家啱啱結束啦，超乎預期啊，超乎預期。所以嚟講，目前嚟睇，所以我哋點解我哋星期一咧升咗680點嘅原因 ，OK， 咁呢種情況啊，反正談判比較順利嘅話，更加係有利於美股至啱嘅。就算如果唔成功嘅話，咁其實對於我哋中港股都唔大。呢個就係禮 Sir 同大家講。咁呢個即係話佢根據咧係以禮 Sir 之前同大家講嘅呢個進口，即係美國係進口大國消費市場嘅一個大國。所以講咁呢種情況，佢如果係搞緊關稅情況之下，其實佢嘅一個通脹咧會大，對於佢國家嚟講會比較唔好。所以講呢種情況對於美股，大家見到未？美股係咪升得比較多？港股反而咪最多當日會升咯 ，OK， 所以點解禮 Sir 之前咪同大家講，佛誕節翻嚟咧，咁基本上5月7號嘅時候，禮 Sir 咪再次同大家講，預咗，不過依然在睇升，啱唔啱？咁當係做呢個視頻嘅時候，都有投資者同禮 Sir 講咁禮 Sir 你依家仲睇升咁如果係啱咗嘅話，就咩話要留名食花生啊？不過禮 Sir 聽到呢句説話啦，咁其實當時咧，都能夠理解，因為之前嘅話，禮 Sir 認為即係都有試過啦。點講啦？即係禮 Sir 認為當時咧應該係好多港股嘅情況之下啦，咁基本上好多頻道咧都應該係講跌，包括禮 Sir 指標都係跌。不過禮 Sir 咪同大家講外圍因素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似今次嚟講，本來我哋嘅指標咧應該係回落少少啱嗎？不過中美關係一樣係升，就係咁原因咁當然禮 Sir 係非常之理解呢位投資者咁樣講咯，非常之理解嘅。不過係星期一嘅時候，有位同學同禮 Sir 講咗之後，禮 Sir 更加認證，因為佢話依家嘅一個外圍基本上都係話跌咗再升所以講時勢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禮 Sir 咧就唔係想留命，同大家一樣啦，目的咧都係為咗錢不過咧。都冇見到呢位投資者嚟為禮 Sir 送個花生食呢個同大家開玩笑，所以嚟講禮 Sir 認為依家嘅整體咧升科在為主 ，OK 呢個就禮 Sir 同大家講翻咁我哋知道外圍因素升嘅情況之下，咁依家我睇翻兩大股市咧都唔會一樣咧，會影響到我哋由升轉跌或者繼續升咧因為美股我知道佢影響我哋夜期咧高開或者低開嘛，啱唔啱？大 A 我哋知道跟佢嘅，咁依家美股咧有同學都係內部學員都係問到禮 Sir 嘅會員，佢話美股依家升究竟點睇，跌究竟點睇咁依家整體嚟睇禮 Sir 認為美股咧，無從道瓊斯指數包括納斯達克，禮 Sir 認為應該差唔多要回落首先點解大家見到未？依家目前雖然話仲係未有沽出信號，不過嚟講我哋周線圖嚟睇，大家見到未？穿咗綠色飄帶，基本上嚟講，一旦穿咗綠色飄帶咧，一旦收陰燭收陰咗就要回落所以嚟講咁目前嚟講納斯達克雖然話有資金撐住包括佢上升空間咁其實仲有好多，不過禮 Sir認為佢一旦如果力度咧呢個資金嘅流入力度咧減弱嘅情況之下咧，
佢就回落要調整翻啊。因為每當穿綠色標帶，大家見到即係見得比較多啊，都係要調整翻比較多啊。所以講關鍵我有睇周線咧，我哋無論納斯達克包括道瓊斯指數啊，就睇周線有冇收陰燭。周線一旦收陰燭嘅情況之下，就調整或者回落會比較多啊。咁依家大家見到未？道瓊斯指數先出現沽出信號，不過嚟講，咁我哋嘅納斯達克暫時仲未啊，所以美股啊多一個動能嘅一個，即係佢而家遇到有一定嘅阻力咯，好吧？一就美股，咁我再睇翻大 A 啊，大 A 大家見到未？咁無論係資金包括莊家，一直黎 Sir 同大家講，莊家圖比較適合強勢嘅一個環境啊。大家可以見到莊家入場啊嘛，咁依家我哋整體環境係比較強勢，中港股，咁大家見到未？呢個莊家線係咪行得好靚？莊家線穿莊家係咪先？所以講咁慢慢拉升，啱唔啱？再加上資金嘅參注啊，所以講基本上咧，黎 Sir 認為大 A 咧都係持續拉升嘅機會比較多啲啊。咁周線圖大家見到未？已經企穩咗3320，周線圖大家見到未？莊家嘅一個佢嘅一個資金咧都行得非常之好。啊，無論從莊家圖，包括資金背離一樣，都係轉紅燈。所以講咁，其實從外圍因素嚟睇咧，我哋知道美股短期嚟睇咧，啊，美股短期嚟睇啊，應該要回落翻，即係差唔多要調整啊。一旦周線收陰燭，大 A 嚟講咧，大家見到未？中短期咧，大家見到啊，依然在持續向上為主啊。咁當然我哋港股本身咧。港股本身，黎 Sir 咪點解同大家講啊？依家指向25000到26000咧，因為大家見到未？從江陰線咧，之前呢度啊接近25000嘅，啊接近25000，不過冇穿啊，所以講咁依家指向呢度咧，基本上就26000啊，或者26000接近未到，佢就回落或者穿少少再翻。咁依家有冇呢種？即係話佢嘅一個技術指標咧，能唔能夠支撐穿呢度啊？咁大家見到未？依家資金係流入嘅，啊資金嘅流入講明咧，佢機會就越大。再加上如果即將落嚟咧1到2週咧，咁大家見到，如果係進入超賣區嘅情況之下，追打100嘅情況啊，追打100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咧進入超賣更加快速拉升啊。咁當25000有點嚟嘅係咪？之前呢度冇。即係未到咧，依家仲係支持咧25000其實咧係通過雙重保險線啊，因為講黎 Sir 雙重保險線咪教過大家，都可以睇翻即係都可以睇翻阻力同埋支持嘅啊。咁大家見到未？依家我哋恒生指數資金背離咧，咁其實已經轉態趨勢轉流入啦。莊家線穿莊家啱唔啱？雙重保險線大家見到未？依家目前咧基本上咧係大概幾多咧？係大約啊25200啊25200，OK。所以講黎 Sir 點解同大家講25000到26000啊？黎 Sir 認為會到呢個區間會比較多。咁時間值咧就應該係6月底。不過我哋知道今次咧中美關係啊談判咗之後咧，依家從4月12號啟動啊，咁基本上3個月。黎 Sir 認為6月咧可能即係話仲會向後推，應該會到8月中。啊，即係時間值咧，可能未來幾個月啊，可能時間即係我哋個市咧會比較穩定啊。咁當然唔排除咧美國嗰邊仲會反覆啊。不過黎 Sir 認為如果反覆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國家不利啊。黎 Sir 認為佢應該唔會做咁嘅事，不過小動作應該係會有嘅。OK， 所以嚟講整體黎 Sir 認為依家嘅中國無論係民營科技啊，包括軍事科技都比較犀利嘅情況之下，同以往都唔一樣嘅情況之下，黎 Sir 認為而家股市咧會相對比較穩定。從技術指標大家見到未？都反映到，好吧？呢個從中期睇，中期趨勢咧睇好。咁短期咧啊，短期嘅話咁依家我哋見到啊，本月咪同大家講有個時間轉折咩？啊，時間轉折咧咁基本上係聽日啊。聽日嘅時間，聽日週5基本上黎 Sir 咪同大家講轉折比較關鍵啊。咁當係13號呢一日咧，我哋咪同大家講過係強弱日啊，係強弱日。不過強弱日呢一日咧咁啱好收咗一啲陰燭。不過陰燭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結合外圍因素啊，唔一定100%啊。不過弱多啲咧，咁依家整體都係升嘅，可能升幅咧相對咧仲係會比較少啲啊。只能咁樣同大家去推理啊，推比。不過15號呢一日咧，黎 Sir 認為啊，佢有冇機會突破或者呢度要調整翻咧？啊，黎 Sir 嘅一個觀點嚟講，依家時勢啱先從中期去睇咧，基本上好大機會咧，仲會繼續上嘅機會比較多。從整體趨勢啊，短期睇可能呢度咧應該有個短嘅轉折啊，
點解咧？咁首先我睇翻日線圖本身啊，日線圖大家見到未？咁如果我哋聽日一旦咧突破咗呢個橫行架構啦，咁繼續升嘅機會比較多啲啊。從我啲結構嚟睇，從資金角度，依家目前嚟睇，資金仲係持續流入，繼續升啊。從外圍咧，外圍都係一樣啊，基本上趨勢都係向上升。加上我哋下週要同大家講，下週仲會繼續有利好消息啊，仲有利好，所以講依家利好咧持續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股市咧只有向上升嘅機會，難跌啊。咁第二個咧，大家見到未？從外匯嘅角度，外匯大家見到啊，人仔咧一度咧就升穿咗我哋嘅7.1啊，大家見到未？無論係離岸嘅人仔，包括我哋嘅人民幣，大家見到未？一度咧基本上跌到7.1啊。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嘅情況之下，係咪有利於資本嘅入場？資本入場咧，有資金入嚟咧，港股係咪升嘅機會比較多啲？所以講從整體趨勢咧，咁其實日線咧都係一樣啊。依家港股咧都係升嘅機會比較多啊。再加上如果一旦即將來進入超買，更加唔使講，快速拉升階段啊。咁從進階版嘅角度啊，進階版依家大家見到未？咁從整體啊，依家都係一個上落震盪趨勢向上啊！大家見到未？係強勢呢個啊，一紅色能量棒，有綠色能量棒啊！咁當然啊，咁其實係週一嘅時候，大家見到未？呢個啊係應該係回落嘅啊，因為個時勢影響啦。依家大家見到未？依家變薄，仲係繼續拉升嘅情況，係咪先？咁當然依家變薄咗，大單資金流出變薄減咗，好大機會咧。大家見到係咪又會轉呢個綠色能量棒啊？再加上依家仲未有大戶拉高，所以回落嘅風險咧就比較細啊！咁當然我哋可以通過咧夜期去睇進階版，咁接將落嚟會唔會轉綠色能量棒？好吧？咁我睇翻夜期啊，夜期睇下大家見到未？依家係升緊嘅啊！而且大家見到未？恒指呢個莊家行得非常之靚，幫我哋恒生指數啊！大家冇發現同我哋港交所一樣，而且大家有冇發現咧？咁呢一日咧確實咧交叉啊！大家見到未？交叉咗，然後咧按照呢一日咧應該係要暴升或者長升啊！咁當然啦，咁呢一日咧係因為我哋知道咧，週一嘅時候咧，因為中美嘅聯合聲明啊嘛，所以講有外圍本身就會升，再加上外圍咪大升咯，係咪先？大升，所以講咁其實咧特色指標都已經反映咗，係咪先 ？OK， 咁當然啦，再加上我哋啱先講咗夜期依家點睇啊？夜期咧多空政策咧有冇轉綠色能量棒咧？而家暫時未有，不過變薄。而家從依家嘅升幅嚟講，而家整體嚟講，聽日仲係持續升嘅機會比較多，因為佢變薄，大單資金減弱。不過嚟講，佢資金背離代表趨勢依然仲係流入啊，小單、中單仲係整體咧仲係流入，所以講佢仲係升嘅機會比較多啊。再加上我哋見到啊，恒生指數30分鐘圖短期要跌太多咧，都係唔會。大家見到未啊？資金流入，大單資金咧啊，雖然話流出，不過嚟講飄帶咧，大家見到未？係行得非常之叻啊。所以講依家目前嚟睇咧，劉 Sir 話睇好，就基本上係冇咩問題啊。基本上指向劉 Sir 同大家講嘅，依家咩位置啊？25,000到26,000啊。咁當日中間咧有時回落咧係正常嘅。好吧，以上就係黎 Sir 同大家講翻嘅恒生指數分析啊。咁以上教啊都係源於黎 Sir 嘅特色指標啊。咁呢排咁其實大家同大家講啊，如果唔係外圍因素，黎 Sir 咪一直同大家講，按照技術指標係應該冇咩問題。所以啱先咪同大家講啊，咁按理嚟講，咁技術指標包括唔單止啊其他頻道，包括黎 Sir 指標都係回落。不過點解黎 Sir 同大家講要結合外圍啊？即係譬如我哋睇中美關係，所以時勢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咁當然時勢大家唔清楚睇黎 Sir教學就知道依家發生咩事，再結合指標啊，指標咧大家見到啊，經常都有同學問到啊，呢個系統咧係永唔永久使用啊？係咪需要交年費啊？黎 Sir 再次同大家講，永久使用唔需要交年費，同時港股、美股、大 A 都一樣啊！大家翻工做生意嘅話係方便平板手機啊，而且實時報價，所以非常之感興趣嘅話，投資者嘅話，大家可以視頻下方揾到相關 link， 又點擊就連到黎 Sir 呢邊 ，OK。好啦，咁我哋進行我哋最後一個環節個股分析啊。匯豐、阿里巴巴、美團、優步同埋奈飛啊，呢啲個股啊基本上都係黎 Sir 經常同大家講嘅。優步啊，我上一期已經同大家講。奈飛咧，咁呢排升得比較多，關稅冇咩影響，因為佢嘅生意咧，即係佢冇入到我哋中國嘅市場，所以講反而今次關稅對佢有影，即係對佢冇影響，反而升都幾搞笑下啊。咁我首先睇翻5號仔啊。
號仔咁經常都係奶水嘅忠實 fans 啊，包括奶水嘅會員啦，問得比較多啲啊。5號仔5號仔確實咧，咁其實唔單止從恒生指數大家見到莊家圖，包括5號仔嚟講都係非常之強勢啊。股市要長勝一定要靠我哋嘅銀行、保險機大機構嘅啟動啊。咁大家見到依家5號仔嚟講行得非常之叻啊。咁有個忠實 fans 同我 YouTube channel 問到奶水奶水就佢問奶水依家短期、中期短睇啊。咁當然如果你有系統一樣同奶水你有類似嘅唔緊要啊。咁大家見到未？通過奶水嘅系統啊，咁短期睇下，咁基本上5號仔咧，唔好話前高位啊，91蚊左右，咁基本上到93蚊啦，都 OK 啊。而且佢仲有上升空間，大家見到啊，上升空間嘅話，咁睇遠啲咯，睇中期嘅情況之下，咁基本上都差唔多啊。即係依家目前從阻力話，即係周日線嚟睇啊，周線、日線啦，咁基本上可能佢呢度雙重保線好似鱷魚將會向上啊，但係就預估止盈位大約93就94，咁其實如果破頂嘅話，按照不破不立，大家都要注意要減倉啊。因為嚟講，大家見到未？周線圖已經滿晒，日線圖雖然話有上升㗎，畢竟日線圖嘅時間值咧比較短啲。OK， 大家要注意啲，好吧？呢個就5號仔同大家講翻嘅。OK， 好啦，講完咗5號仔，我哋講翻我哋今期主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一直咧都係比較多同學咧去關注啊。阿里巴巴，我記得咧係前2個星期仲有1個星期啊，有同學呢個位置問嘅時候，問奶 Sir 包括有幾位會員都係咁樣講，奶 Sir 可唔可以加倉？按照你嘅感覺升咗咁多，奶 Sir 即係話毫無疑問同呼翻呢啲同學啦，可以加倉。奶 Sir 當時我記得喺呢啲位置嘅時候應該係122蚊啊，因為嚟講從莊家角度啊，咁確實咧係行得非常之好啊！大家見到未？莊家雖然話佢唔似我哋嘅388更加靚啊！大家見到未？如果你冇系統嘅話，你係咪唔知道行得靚？係咪先？啱唔啱？咁如果你有莊家圖嘅話，係咪知道點解呢隻股票升會行得比較靚？包括我哋阿里巴巴一樣，阿里巴巴咁依家莊家行得靚，仲有咁多上升空間，所以話沽出信號，阿 Sir 咪認為同大家講呢度頂多係個調整最上一樣，佢同我哋恒指，如果一旦即係突破咗佢橫行價嗰咁升，咁依家升嘅機會比較多啊。咁從莊家圖嚟睇，基本上有可能。然後咧，從佢資金嘅角度大家見到未？資金背離依家仲係持續流入，基本上，奶 Sir 認為從飄帶資金莊家突破機會係比較大啲啊，好吧？再加上依家嘅科技嘅情況之下，DC 阿里巴巴佢節日 DC， 包括佢自己都係研究啲類似 DC 嘅概念啲嘢，AI 人工智能，基本上係冇咩問題，即係外圍，即係佢基本面係支撐佢呢隻股票嘅，好吧？所以從阿里巴巴睇咧，佢上望到幾多啊？咁短期可能佢呢度咧有所回落少少，從中期睇咧，咁空間多啊！大家見到未？莊家咁闊，然後咧周線圖之前都有同大家講，基本上如果就算佢呢個鱷魚張嘴有升，即係擘開嚟，咁即係話佢張嘴咁樣啦，基本上奶 Sir 又認為154到155呢個空間係有嘅。從佢第一條線突破咗，咁基本上甚至到175啊，所以講上望空間大家先睇呢個值先。1465、146，奶 Sir 認為係冇咩問題啊！依家從莊家中期睇咯，同埋依家時勢睇下，恒指升，絕大多數股票升，再加上阿里巴巴佢升嘅情況之下，恒指都一樣升嘅。OK，呢就係奶 Sir 同大家講嘅阿里巴巴上望到幾多，好吧 ？OK， 好啦，講完咗阿里巴巴，講翻美團啊。美團咧佢又唔似阿里巴巴，大家見到未？每隻個股都唔一樣，雖然話 ATMS 小米包括美團咧，奶 Sir 認為佢依家暫時咧只能講守住136。之前有同我會員就問奶 Sir 呢隻股票走咗未啊？奶 Sir 話我155走咗，點解咧？所以話依家到咗136，不過奶 Sir 認為守住呢個就會睇好，守唔住咧仲會跌。因為你講之前呢度周線咪同大家講啦，你要守住160蚊啊嘛。咁奶 Sir 認為呢度因為關稅而家上唔翻咯，咁奶 Sir 肯定走貨啦。咁依家大家見到未？周線圖呢度咧又出現咗沽出信號。而且呢度又冇莊家，有出現沽出信號，所以奶 Sir認為美團咧壓力咧向下壓力仲係非常之大，除非佢有資金撐住，依家暫時仲未有資金，大家見到未？大單資金依家住緊大單資金，不過整體資金咧仲係未脫離呢個大家仲要等翻，好吧？好啦，咁我哋再睇翻美團佢短線佢短線咧啱先講咗136啦，要守住咯。
好吧？整體嚟講，呢個就係美團。好啦，講完咗美團，我講翻最後兩隻美股，優步同埋我哋嘅內飛啊。優步嚟講，咁其實我上一期啊，仲有上個禮拜都講咗，嗱，莊家行得靚嘅，美股比較強勢嘅，莊家行得靚嘅，係咪就行得好啊？所以喺上咪同大家講，如果呢度有做 call 有做牛熊或者有做期權嘅同學，你又揸住呢隻個股啊，做 call。不過嚟講，大家記住啊，依家優步啊，莊家快滿晒，所以話資金仲係不斷先啱啱啟動啊。不過嚟講啊，咁佢上望到幾多啊？咁雙重保險線佢已經話俾大家知，已經穿咗第一條，第二條咧會到96。從周線級別咧，大家見到未都穿咗一條，所以基本上從中期嚟睇啊，可能到頂嘅話應該係95至啱啊。所以95、96啊，優步大家要注意啲。OK，呢個就喺度同大家講啊，優步。好啦，講完咗優步，講內飛，仲有一隻啊，內飛咧，哇，莊家大家見到未？依家莊家都比較100%控，即係控盤，雖然話冇100%啊，不過嚟講佢依家莊家行得一般般，莊家線冇穿莊家啊，講明咧佢應該下行壓力比較大啲。資金咧，大家見到未？仲有流出，所以禮上認為唔好因為佢依家收陽燭有反彈上啊，不過佢因為佢冇資金嘅一個支持嘅情況之下，可能仲會繼續向下行。甚至到呢度咧，飄帶嘅中間大約咧幾多啊？1083呢度附近。OK，呢就係禮瑞同大家講嘅內飛啊，好吧？好啦，今期嘅節目就同大家講呢度，下期咩時間呢？下期依然在我哋每逢周三同埋周六嘅教學時間保持不變，好吧？今期節目就講呢度啦，我哋下期再會啊，拜拜。